主后2026年5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绝望中求助的祈祷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130篇第1节到第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30篇，八家上耶路撒冷的诗。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救你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若为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徛袂牢？总是你为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。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。以色列啊，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，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30篇，八家上耶路撒冷的诗。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救你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若为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徛袂牢？总是你为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。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。以色列啊，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，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绝望中求助的祈祷。诗篇120篇到134篇是上惊的诗。这15篇的诗对应着耶路撒冷圣殿对弗鲁院到以色列院的15个垭仔。圣殿建造伫锡安山顶，以色列人前往敬拜的时，必须经历八垭的过程。当朝圣者八垭起伫圣殿服侍的利未人会徛踮15个台阶吟唱这个上惊诗。朝圣者八垭的时，也着缀缀吟唱。上惊之诗有10篇，无指明作者。诗篇130篇是其中的一篇。一般认为这个诗的作者是利未人，目的是提供以色列人伫三大节期，包括节、五旬节、大寮节，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朝圣的时，通伫八垭的时吟唱。上惊之诗有多种的主题，反映朝圣者伫朝圣旅途，也是人生旅途中的种种感受，对绝望到盼望，对无助到感恩，对痛苦到喜乐。用心上读诗篇130篇，通体会诗人伫绝望中的求助祈祷。当人面临绝望的时，内心深处发出痛切的求助祈祷，上主要倾听。就算有时阵遭遇的苦难是家己做得来的，只要伫上主面前认罪悔改，伊要原面恩咱，赦免咱，无搁再纪念咱的罪过。因为上主若记录人的罪过，啥人会当逃脱惩罚的？伊赦免咱，咱应该敬畏伊。
上惊之诗毋单单是前往圣殿的朝圣之歌，当以色列人对受掠之地回归的时，这个诗也鼓励因重建圣殿，恢复神圣的敬拜甲遵守做期。所以，上惊之诗也是对流亡到回归、对困苦到敬拜的属灵旅程。这个诗毋单单是为早日的以色列人民写的，也为着今仔日的你甲我来写的。当咱上托默想这个诗，会当引带咱甲上主更较亲密连结，帮助咱聆听向上，互属灵生命精进，带来丰富的人生。搁借着圣道相通，带来教会的属灵复兴。虽然落点百般试炼中，也免绝望，爱向上主求助，迫切听候伊信靠伊的话。因为上主有不变的疼和丰盛的救恩，要拯救伊的儿女脱离罪恶和苦难，就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。毋过，倚靠上主的人会得到新的气力。诗人的属灵经历看来亲像属于个人，但是当个人的属灵经历进入属灵团体，生命就会影响生命。咱通发现，对破碎中得到盼望的人，上会当为着肢体带来武慰甲祝福。破碎的经历，就好亲像是咱甲主的连结点。未经历过破碎，就学得亲切甲主连结。落入伫苦难，也是侵陷伫绝望处境，毋通袂记得上惊之诗。学习诗人仰望主，求主随人救助。亲像诗人讲的：“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。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。心恬绝境，对深处向上主求救，伊要互咱的灵庭向上开展。别想，遭遇破碎和面临困境的时，我是先求助人，还是求助上帝？遭遇破碎和面临困境的时，我是先求助人，还是求助上帝？咱同齐来祈祷。怜悯人的主上帝，我知影无法度靠家己的努力来面对各种困境，只有仰望你、信靠你、听候你，才会当赢过困境。求主帮助我听你搁较深，信你搁较切实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